有感覺好玩，就係諗住嚟玩嘅，冇諗過自己要唱歌咯，好搞笑。佢好擔心唱歌，我更加唔擔心啦，即係得㗎啦。我細個就聽佢唱啦。阿歡啊，因為真係太多年前聽佢嘅歌，嗰陣時就完全唔識佢啦。咁啊，其實啲好印象深刻嘅社運圈嘅人啦，但係直接係邊個我就唔知嘅。但係都好明顯啦，即係佢啲歌都係即係關心社會。喺當時我對 band 會成日都玩嘛，成日都唱佢嘅歌啊嘛，即係一首就係《平等的呼喚》同埋《活着的尊嚴》。究竟我仲有啲咩可以要俾你哋攞啊？即係剝削盡未啊？即係呢種係好強嘅撈撈埋埋咁，所以嗰陣時就寫咗《活着的尊嚴》呢首歌咯。是你想改變現實，還是現實改變理想？越是逃避，越是退讓，惡勢力越擴張。總有一口氣，也不要說只再想。呢首歌其實係我最中意嘅。冇，我唱親歌都俾人話我走音啊！即係寫嘅時候冇諗過要喺咩環境唱嘅，但係就覺得呢個群體遇到呢啲唔公平嘅嘢，我覺得係需要表達出嚟。因為你爭取一啲嘢一定係要發聲啊嘛。點樣就能夠精簡地又講到嗰件事咧？我估就係數白欖啊、口號啊、標語啊、歌曲呢啲嘢咯。寫歌咧，其實多數都係來自咧，即係個社會有啲嘢發生嘅。喺個公民社會裏邊，有好多人有唔同嘅參與或者表達，可能就係用個音樂發聲。我要講我點去睇呢件事咧，我唔講唔得咁樣。風雨中洗擦下眼睛，雪亮吧，爭取公平向前吧。取公平向前吧，隻隻都係最後尾嗰句懶係好激咁。嗰啲歌就有佢嘅特色喺度，即係好直白咁樣寫一首歌咁。佢用翻自己方法演繹就，其實觀眾係接受得到。咁喺個組織同運動裏邊不停都係咁噶啦。多謝佢咁勇嘅邀請我分享，真係好多謝呢個地方咯。雖然細細地，仍然有呢個地方，我覺得好感動，所以好多謝路飛。其實係，我都突然間發現一個天堂咁。一嚟到呢個地方，我會覺得就係原來我哋揾到啊，係一個黑暗嘅世代嘅時間，以為已經冇機會講嘢，原來終於有一個地方我哋可以講。原來仲有一班人，雖然人數好少，係我哋仲留低嘅，真正嘅留低。近呢10年確實不容易過，個城市一路變遷，裏邊發生波濤洶湧嘅大事小事，呢啲都唔係淨係得老飛有啊嘛，大家都有。呢度咧嘅地方都會不定期搞一啲唔同嘅分享啦。人嘅經歷咧，其實係一個好有趣嘅故事嚟嘅，即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經歷啦。如果我啲古仔係幫到我，再去啟發到自己有啲咩咧，可能感受到身邊啲朋友嘅嘢，或者感受到自己多啲。最後其實講緊在一起如何走下去咁樣。咁如果想今日 support 阿歡嘅話咧，咁呢度有個豬仔錢罌，即係搞呢啲活動咧都冇乜收入，係你唔係幫到好多嘅啫嘛。呢度幾多人？10幾人，但係都會好想繼續搞咯。有時就係咁噶啦，坐低飲杯嘢咯，大家識個新朋友，傾到啲嘢啊，唔知會唔會傾到啲嘢係下一次再做嘅咧？其實都係通過聽唔同嘅人啦，通過大家交流去揾，所以先至覺得啊，有個地方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。都係嗰句就係冇人知道今次見面，下次有冇機會見，係啦。珍惜原來有一啲地方可以聚，或者係喺唔同地方落緊種子都唔定。希望可以成全到即係年青人佢哋對香港、對社會繼續有一個關心，有個信念咯，係咯，多咗個盼望咁。可能做得好少咯，但係會繼續咯。我再次起舞，也有你彈琴，
不死的聲音，繼續那未完樂韻。